专团契伫遮和咱做伙来敬拜阿拉上帝。透过音乐，互咱会当亲近咱的上帝。牧师嘛，简单搁一摆介绍这个迦南会。等下，咱的孙永书老师也搁较详细介绍。但是为什么迦南会今年会来到伫咱的教会，伫遮有一个献诗，以及等下有一个见证？其实迦南会和咱的教会嘛算真有关系吼，因为因虽讲伫北部，但是有侪南部的学生要读大学的时阵，就会走去伫北部来读册。所以伫这间教会就提供了学生的宿舍，互学生通住伫遐，嘛互学生伫遐有受到真好信仰的装备。所以像咱林清长人的大汉查某囝信仪，咱的圣歌队长的后生燕群，嘛拢伫台北读册的时阵，嘛拢伫这间教会咧聚会，嘛拢伫这间教会受到真好的装备。我的牧师娘丁翠师母，伊伫台北的时阵，嘛是伫这间教会咧聚会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这间教会和咱的教会嘛是算是真有关系。所以这间教会帮助侪的青少年，也帮助侪社青，互因通伫离开家己原本的所在，到伫台北，到伫一个青云的所在，有望有一群信仰的团体，互因会当相甲扶持，相甲会当帮赞，也会当相甲伫遐做伙起造信仰的群体。所以我再邀请咱搁一摆用拍鼓啊，搁一摆有只大声甲因鼓励。好，所以所来要邀请这个伫因教会中，因的团契的辅导，嘛是因的老师孙永顺弟兄、孙永顺老师，要来和咱做分享信息，伊嘛含伫伊的信息中，嘛邀请一位学生来做伊生命的见证。所以来这时，咱嘛就将时间交咱的孙永顺老师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都感谢上帝恩典，甲夏牧师、谢牧师、甲郑牧师跟兄弟接待，我有这个机会，咱甲做伙来敬拜、来学习。我想，阮教会成立66年来，对郑牧师上大的意义，就是阮培养一个师母吼。感谢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来到你面前的时，请圣神伫阮的当中来同工。阮拍开你的话语的时阵，同时来。请你拍开我的心眼，拍开我的心，互阮看见你的话语、真理的奥妙甲大能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Amen。我首先爱跟抱歉要食台湾米但台语实在是袂啥认得，所以我待会用分享的是用国语来跟各位做说明和华语。我细汉的时一直认为讲我的名。是阮爸爸妈妈希望我永远孝顺伊。但是我较大汉要读高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讲毋是呢，是阮爸爸妈妈足疼我，希望我永远顺顺利利啦。我20岁信耶稣的时生日迄天，阮牧师甲我讲永顺你这个名足属灵的。我讲牧师，我的名拢菜青仔名，哪会属灵的？伊讲上帝爱你永远顺服因为顺服就蒙福阿门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这样的教导开始，我就学习顺服其实呢，我觉得非常不容易，因为顺服需要什么？信心。所以我特别用信心的旅程跟弟兄姐妹来做分享。所以以下我就用华语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。刚刚夏牧师跟郑牧师都有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大专团契民国48年的时候，有一群圣教会的年轻人到台北去学习聚会，就发现流失的人很多，大概90%都流失掉了，没有好好的聚会。他们觉得很需要一起来聚集，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圣教会大专团契。60多年来，培养了好多的年轻人。刚刚牧师有讲，我们好多的中南部的弟兄姐妹上去，我跟各位报告，我们大概有2/3都是中南部的孩子到台北去。我目前为止呢，有7个宿舍，可以接待在学生，可以接待社青，大概可以住到40-50位。所以贵教会的信仪啦，或是现在的燕群，都住在我们教会过。
我自己本身是从高雄到台北念书，我也接受教会的接待。我到教会30几年的时间，当大专团契的辅导有30几年的时间，所以这个教会在台湾是一个很传奇的教会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就是用学生福音工作当福音的工作主要的意向，也写自己盖堂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荣耀神的恩典，一直在做学生的福音的工作。那事实上，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位，老老小小也都有。事实上是一个社区的教会，但是因为它的地点在台大跟师大中间，所以我们属灵的前辈很有战略的眼光，在那个地方得到很多大学生成为主的门徒。各位可以想象，如果一个师大的学生，他当老师，毕业以后，他到学校去教书，一年可以接触到100-200个以上的学生，那就是一个福音的精兵跟种子。感谢主。那在这样一个团契当中，我们透过真理的追求，团契的生活，晚上在一起的这个生活的交通，一起成长。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培养了很多很多的珍贵的友谊。我记得我们昨天在12时教会做一个青年团契福音聚会服事的时候，还有一位住在高雄的姐妹，是以坐的火车骑了摩托车来送了2包这个好吃的东西给我们。那我就感觉到那一种主里面那种情感非常非常的真情真挚。然后我目前有5个团契，跟贵教会一样，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团契，然后有宿舍。欢迎弟兄姐妹，如果到台北参加团契或是特会的时候，需要短期的住宿，我们都很乐意来做接待。我们也有一个营地在苗栗的通霄的迦南园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使用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信心的旅程。每一个人的人生，就算一段不容易、有不同意义、有不同上帝带领的旅程，在这个旅程当中，我们在寻找的就是不同的方向、意义跟盼望。我们基督徒的信心，从我们信主开始，它不是一个静态，好像每一天每一天它就稳定的成长，其实不是的，它是一个动态的，有高有悬有低，有当时咱真热心，但有当时咱真低迷，有开始，嘛有挣扎，嘛有更新，嘛有定定透过一些牧师的勉励，我们有很多的热情跟使命。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诗慧刚刚带领我们的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大使徒彼得他信心的起点。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信仰的跟随耶稣基督以前的起点。这张 PowerPoint 里面，我摘要了使徒彼得在新约圣经当中他不同的信心的历程。他的起点就是在革尼撒勒湖旁边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，让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。之后他跟随耶稣以后，耶稣把他改名，从西门叫做彼得。后来跟随了一路耶稣传福音行走，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听过耶稣传讲的天国的福音。但是在耶稣快受死的时候，他竟然号称勇敢的大使徒3次不认主。那耶稣复活了以后，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对他说3次你爱我吗？他是生命的另外一次的翻转。甚至他在布道的过程当中，带领了耶路撒冷的信徒们，坚固了他们的信心。最后据说他是被押到罗马去，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来做殉道的。这是整个彼得他信仰的旅程。但是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信仰的见证，最重要的开始是在革尼撒勒湖旁边的那个呼召。所以刚刚大家所读的11个小节，就是在11个小节里面耶稣对他的呼召。刚刚大家都读过，容许我把重点跟各位谈。我把它分成3大段。第一大段在第1节到第3节，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讲道的时候，很多。他看到有2条船在湖边，其中他就选到西门彼得的船，叫他开往离岸一点，他好更方便讲道给更多人听。所以第一这个事情非常重要，是拣选了。明明有2艘船，
为什么耶稣基督选了西门彼得的船？因为上帝在西门彼得身上有他奇妙的计划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那不是一个偶然，有上帝很奇妙的计划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。耶稣讲完道以后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把水开到水深之处做什么呢？”因为耶稣知道他前一个晚上他没有抓到任何的鱼。耶稣要让彼得去经历他是一个神子，他就对西门就对耶稣说：“我们整夜劳碌都没有打着什么，我们是专业的渔夫，你是一个木匠，你要叫我们重新回到水深处去打鱼，很奇妙的。”但耶稣讲的话，彼得听从了。彼得说：“我就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我不晓得大家以前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点压抑？可能更压抑的是他把网丢下了，跟随了耶稣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怀疑，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，让彼得马上听耶稣的话？容许我下面几页再跟各位做分享。彼得就跟着其他人去下网了，捕了好多的鱼，多到个地步，网险些裂开，就招呼那个船上的同伴一起来帮忙，不然鱼拉不上来啊。要拉上来的时候，竟然要把那个渔网要把它撑破，船要沉下去了。西门彼得看见以后，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我们可能大声鼓掌说：“哇，这太好了，主捕了那么多的鱼，我们可以换卖多少钱？”可是彼得他第一个反应是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又为什么呢？我们待会一起来做解答。他和一切人就惊讶这一幕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于是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就把2只船放下了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这里面有2对的兄弟，一个是彼得跟安德烈，一个是西门跟彼得，跟雅各跟约翰。这2对兄弟，这一次遇到耶稣，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4章跟马可福音1章，就记录的耶稣曾经在渔船上面呼召过这2对兄弟。马太福音第4章跟马可福音第1章所记载的是这一些渔夫、这些门徒，他们正在捕鱼。我们现在刚刚读的路加福音是他们根本没有捕到鱼，在洗网准备要收摊了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当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跟第2次呼召他们的时候，有一个时间的间距，而这段时间很显然，他们又回家去捕鱼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常被耶稣基督的神真理激励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次的跟随，好像有时候我们又把那个跟随的脚步又放慢了，甚至又回到原来信心的起点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第2次的呼召。可是你再往前看的话，对于西门彼得跟安德烈来讲，这个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不是他们第1次的呼召。更早之前在哪里呢？更早之前在约翰福音1章35到34节，大家可能还记得施洗约翰跟随了2个门徒。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完以后，那2个门徒就是去跟随耶稣了。那2个门徒是谁呢？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彼得、安德烈就已经跟随耶稣了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彼得跟安德烈一定知道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当他们第1次跟随的时候，没有完全的跟随，但第2次跟随的时候，特别把鱼打上来，网险些裂开的时候，彼得就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原来是有一个这样的前因后果的。这4个门徒打鱼之后，虽然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职场，到底是软弱离开，还是耶稣的时候还没到，请他们回去继续做他们工作？
我们不晓得。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我们每一个专业在神面前的训练，其实都是有用处跟有用意的。如果耶稣要选召我们，不一定选召我们是全职，神也会用我们带职的专业来成为在我们职场里面，叫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渔夫，得人的渔夫。所以人在蒙召之前所学的不会是突然的，只是蒙召之后，我们的网目的不一样的，我们的船目的不一样的，为了就是要为主得人。包括我在学生时代，那个时候立志做一个福音的老师，但我也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，但我也很羡慕全职的传道者可以全时间的读经、祷告、陪伴。我相信上帝对大家在座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有他的美好的意义。很快的，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当中主要的重点。信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聆听开始的。彼得整夜的劳力却一无所获，对他来讲，那一天晚上一定又失望、疲惫、沮丧。这是象征我们人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人力有限，对我们的工作、事业、家庭，甚至我们未来的前途是无能为力的。耶稣于是就上了西门的船，船代表什么呢？船代表彼得的职业，是他生活的中心点。耶稣走入了彼得的生活日常的中心点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祈求软弱的时候，耶稣也会进到我们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。信心的第一步，不是我们要先做什么，信心的第一步乃是先聆听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刚刚的经文当中，耶稣对彼得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当我们愿意去经历上帝的时候，先从聆听开始，顺着神的话走到水深之处，我们才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他，我们才可以很真实的回应耶稣基督的话。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，耶稣等候人的听从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当彼得如果没有听从耶稣的话，还自以为我是很有能干的渔夫，你是木匠，不听他的话，他经历不到这样的神迹。所以对神的跟从，对信心来讲，从聆听开始。信心不是一种心理的暗示，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，是根植于神的话语的权柄。罗马书10章1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巴特，他强调说，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神话语的顺服与回应，顺服跟回应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失败、生命枯竭的时候，往往是我们生命当中信心旅程要重新出发的时候。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不是也很软弱？我们是不是也失去起初的热情跟爱心？我们问一下，耶稣基督今天是不是在我的船上？即便耶稣在我的船上，我愿不愿意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呢？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四处找工作，投了一大堆的履历，都失败。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长辈就建议他说：“你的履历应该是这样写，应该从企业公司的需要来彰显你自己的专长。”他听从了，他下一次按照这个长辈所的教导写的履历，他就录取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挫折不是结局，那个挫折只是让我们学习在不同的方式重新开始而已。所以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回到神面前来，听圣灵微小的声音，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。彼得就是这样，他努力了一夜，得不到什么，但是因为耶稣的话，他就努力在尝试。我们在事业、在家庭、在学业当中，也可能是一无所获的时候，但信心的旅程是可以从听耶稣的话开始的。
耶稣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话，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象征着属灵的生命必须要在那个水深之处，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时候，看不到旁边有谁可以帮助我的时候，要面对更深的生命的对付，更深的生命的经历。我2个孩子国小6年级毕业的时候，我太太把他安排到美国的牧师的家里面去参加一些夏令会，但是叫他们自己出去，自己坐飞机，自己转机到国外去。我心里面有一点不太妥当，但是我太太的信心很大。我太太说要让他进到水深之处，让他学习去面对上帝。果然后来我2个孩子都顺利到达，当然也顺利回来了。但我发现他们自己对上帝的经历就会很不一样。我的老二在旧金山在转机的时候，他说他找不到路，他用他非常破的英文，他心里面就祷告说：上帝，请你让我一个人可以找到，可以让我来问路。所以他就找到了，就顺利到Ohio州去。这是一个我家庭当中一个小小的经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离开老我的生命的经验。我们整夜劳碌没有达到什么，那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按照我们过去旧的经验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得到耶稣基督新鲜的启示，按照他的话，我们才可以见证并经历上帝的丰满。在第6节到第9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选择。彼得虽然有怀疑，彼得不是没有怀疑哦。彼得他说：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，但是他选择因你一句话我就下网。我刚刚有跟各位解释了，从施洗约翰的跟随的门徒的跟随，到第一次是他在打鱼的时候，他见证过耶稣的大能。每一次的信心的经历，都成为我们未来信心的基础。所以这一次，彼得没有第2句话，他就选择顺服耶稣基督的话，他有这样的果决的原因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彼得他是迟疑的话，他仍然是忍夜劳碌一无所得的结果。可是今天他如果顺从耶稣基督，他得到的结果就是网住许多的鱼，甚至网险些裂开。神迹的丰富显现出神超越的恩典。彼得可以经历，我们也可以经历。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是惊讶，而不是炫耀。一个真正从神耶稣基督生命得到的信从，是从敬畏的态度开始的。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得到怎么样的丰盛跟收获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发出一个敬畏的心。这样的恩典是从上帝来的。信心也不是建立在结果可见的事情上。同样，彼得并不是先看到满网的鱼他才相信，他乃是建立在他对基督耶稣的信实上面。加尔文他曾经说，信心是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践。后面那句话更重要，即便环境看起来很矛盾。信心确信是神应许必然实现，你就有这样的相信，即便眼前的环境看起来是矛盾的，而你仍然愿意跨越理性的计算，进入到神的主权当中。信心的表现就是敬畏上帝，顺服上帝的主权，他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做。在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常常用经验来判断那个可能性，就好像彼得也很可能按照他渔夫的专业经验上去评估一样，但我们却常常忘记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自然的主。顺服并不等于没有疑问，而是在疑问当中仍然选择相信。阿们。顺服并不表示你对环境没有疑问，而是在那个疑问当中，你仍然选择敬畏上帝，选择相信。彼得一开始可能是半信半疑，但神迹发生了，满网的鱼为他的信心得到实践。信心不是没有犹豫，而是愿意跨出一步的顺服。神的祝福跨越人的想象，所以让彼得惊讶。有一个人很厉害，他在悬崖上面可以走来走去，他是一个表演者。他勒了一条绳子，在悬崖两边很自然的走来走去。
后来他回到旁边的时候，就问观众说：“你们相不相信我除了走以外，我还可以扶着独轮车走过去？”大家都说相信。他就问说：“谁可以跟我上去？”一片安静，没有任何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子，信心也不是口头上的相信，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。神要我们经历他的突破，但需要我们对他的信靠。最后这段经文谈到，彼得看见神迹以后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遭遇圣洁的主的时候，人自觉的就是觉得不配。耶稣他回应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神的呼召会超越人的不配。门徒最后他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，这是信心旅程的高峰。从此信徒们的人生目的不再是为自己得福去捕鱼，而是进到神的使命当中。那是一个真正蒙福的开端。真正的信心必须要导向跟随跟委身。有个神学家彭霍费尔他说，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死的时候，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是呼召他来死。这个死不一定是殉道，可能也是殉道，但这个死是对世界的诱惑不再有反应。世界的诱惑对他来讲不再构成任何的诱惑。信心不仅是经历的神迹，更是经历到舍己的道路当中，是进入到神国的使命当中。彼得他信心的旅程进到一个最高峰的当中，就是他撇下他的渔网来跟随耶稣了。你看不到他第三次的跟随，因为在第三次以后他就永远跟随了。有一些宣教士，他们的生命就是跟彼得一样。这边是威廉·克里，他是一个近代宣教士之父，他的故事很感人。他原来是一个鞋匠，但是他接受呼召到印度去宣教，他翻译了10几种语言，成为后来许许多多国家人们信主的帮助者。另外一位，我想大家很清楚，叫马礼逊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，他也顺服来到中国。他到中国以后7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信主，但是他默默的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翻译圣经，写圣经的注释书。故事很多，我不浪费时间讲。最后他写出来的圣经，成为我们许许多多华人，包括和合本圣经，我们都是依赖他这个翻译来的。他的见证就好像彼得放下渔网，他放下了很多的安稳，跟随着耶稣，他克服了孤单，克服了寂寞，他走出来他信心的旅程。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，我们是否还为着得鱼的心停留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？还是我们愿意迈向得人如鱼的信心的使命的阶段？信心的使命不是终于一网打尽的收获，而是撇下所有，跟随耶稣的丰富。彼得他的反应是有罪的，他承认他自己的有限跟不配，他领受了耶稣基督得人的呼召，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使命。这是我们一个学习顺服的榜样。信心的旅程最终不是得鱼，而是得人，而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，而是祝福别人的器皿。前台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，他叫做唐维义，他今年95岁，他现在回到美国去，他有时候回来台湾，有一次也到马偕医学院来分享。他最喜欢分享的一个是这样的故事，他都喜欢送下面这样一个钥匙给学生，而且没有打孔的。他跟学生分享一件事，他说：“你如果要做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要像这样一个钥匙胚一样，钥匙胚就是还没把那个刻痕刻过的，你要接受主的切割跟打磨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开一道门，把祝福、把赐福、祝福带到人们当中。”这个故事给人家很多的反省跟深思，所以我要讲一个见证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3年前提早退休，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，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圣地，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。可是就在她出发前1个礼拜，她看见这个新闻，这个字有点小，那个新闻说，以色列人
90%几都不是基督徒，他们甚至在迫害以色列当中的基督徒，甚至在迫害他们以色列人的坟墓，迫害他们的教堂，还是有蛮激进的犹太徒做这样的事。我太太，抱歉，这个姐妹就是我太太，不小心讲出来。她有一个感动说：上帝，这18万，我不要去耶路撒冷，我要把这个18万奉献给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基督徒的教会，所以她就不去了。我就说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可惜？她说不会，上帝感动她这样做。她不像马里逊做那么伟大的事，可是她把一点点的她的兴旺化作别人的需要，化作主内肢体的需要，即便是以色列的基督徒，他一个都不认识，可是他愿意这样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感动你，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力来服侍你所爱的人，你愿不愿意这样做？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：3个信心的旅程，彼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从失望到盼望，因为他愿意听上帝的话。第2个旅程，他从怀疑到盼望，他跨出顺服的一步。第3个旅程，他从得鱼到得人，回复了主的呼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呢？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船吗？进到船以后，你愿意顺服神的掌管吗？你愿意撇下渔船，踏上得人的使命吗？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踏上信心的旅程，不是要领受恩典，而是要活出使命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社青，他要来见证他职场上面他经历